寧願住三鄉一張床啊，都唔住香港劏間房啊！如果你準備退休或者已經退休，仲係住喺香港劏房嘅話咧，不如嚟三鄉住啦。雖然三鄉位置比較偏，距離港珠澳大橋開車都要40分鐘，冇咩發展潛力。點解我仲建議大家嚟三鄉住呢？原因有3個。第一個，生活成本。月租4000蚊港紙嘅香港劏房，開門見廁，轉彎見床，月供2到3千人仔嘅三鄉，1000尺屋苑，3房1廳，大型社區，雙方價錢差唔多，但係居住環境天差地別啦。佔地700畝嘅社區，挨近五桂山，園內有1.3萬平嘅天然湖，16到21蚊港紙一餐嘅社區餐廳，門口有1.2萬平嘅商業街啊！假如你想運動小區仲有小型嘅運動場所、健身房、游泳池、乒乓球室，一應俱全啊！業主嘅日常休閒活動買菜 shopping 喺社區範圍就可以完成㗎啦，根本就唔使行咁遠。重點係，如果有香港業主需要申請高齡補貼、生活津貼、換購金等福利，可以唔使返香港搞啦。小區入邊嘅新家園港人服務站有專人幫你解決啊。第二點，生活健康，香港劏房採光差，面積細，唔易清潔，具有壓迫感，長期同啲發毛同埋曱甴做伴，會影響到人嘅身心健康啊嘛。但係你如果住喺三鄉就唔同啦，開窗即見五桂山同埋天然湖，超高濃度嘅負離子，住喺度你每日心情不知幾好啊，分分鐘長命多幾年啊。第三點醫療成本喺香港去公立醫院睇醫生，普通發燒感冒都要排幾個鐘，做手術要排幾個月，甚至乎1、2年。但係內地就唔會出現呢咁嘅情況啦，同排隊攞號到睇醫生，再到攞藥繳費出埋嚟，半個鐘搞掂。而且醫院對待嗰種病情比較嚴重嘅患者仲可以優先埋添啊！你想香港享受到啲咁嘅速度估計去私立醫院都未必做到啊！重點係港人一樣可以喺內地買醫保報銷。最後啦，如果有朋友想了解三鄉在售樓盤優缺點、首期特價單位戶型等信息，可以留言三鄉，我將份資料包打包成 PDF 文檔發俾你。